青年的施工主日，那让我们的这群年轻人，他们可以一起来参与在礼拜当中的所有的服事，在从第一堂开始，那一路到现在哈，那每一个所有礼拜的环节，特别第一堂爱讲台语哈，所以第一堂有用台语祈祷，念台语的圣经、台语书会，还有台语的启应，还有台语的报告哈，所以第一堂用这个台语来做礼拜服事。但是咱第二堂我们是华语啊，所以我们又在这个年轻人当中，他们的语言转换非常的快啊，所以我们又回到了华语当中，但一样让这群年轻人带领着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因为上帝带领我们在今早的这场聚会当中啊，我们在所有的弟兄姐妹，那也在不同世代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在我们开始分享这个信息之前，我们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父神，谢谢你带领我们在今天早上一个美好的时间。虽然早上有下雨，但我们仍然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用雨水来滋润大地，你让这个干涸的土地再一次得到复苏。神，我们在这个时候也恳求你降下你那个属天的恩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来浇灌我们的内心，使我们的心如同是一个好土，我们的心像一块土地一样，因着有你的恩典的同在，因着你话语的同在，使我们的心也再一次复苏过来，我们的心再一次被提醒，我们的心再一次被鼓励。愿神你带领我们在今天早上的时间，特别在这段要来一起领受你话语的这个信息的时间，愿你的话语再一次来光照我们，愿你的话语也再一次成为每一个人的帮助。献上我们的感谢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今天是青年施工主日，所以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一起来透过这段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对于这个下一个世代，特别是年轻的世代当中，我们可以怎么样一起来陪伴他们成长，甚至我们我们可以如何的一起为他们祷告，一起为他们来扶持他们。我想特别在教会的一个群体当中，我们有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阶层在这里。我们有从最小的孩子，一直到最年长的长辈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不同的年龄的这个世代。虽然有时候说着不同的语言，虽然有不同的文化，虽然有来自于不同的地方，但是在这里，我们有同样的一位神，就是这位独一真神。让我们在这里可以一起来敬拜他，让我们可以用各个世代可以理解的，用各个世代可以回应的方式，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敬拜神。所以盼望透过今天的这段的经文，我们也再一次来思考，我们在面对我们的下一代的年轻人，特别在教会当中的年轻人，我们可以交给他们什么事情？其实也再一次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整个教会，其实在各个世代当中，我们要如何的来分享？在各个世代当中，我们如何的来彼此祝福、彼此成全？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知道下一代他们也会长大，有一天他们也会到我们这个年纪，他们也会到在更之后不同的世代当中，所以我们在每一个世代当中互相的影响、互相的鼓励、互相的祝福，祝福各个世代，祝福各个不同在这个信仰群体当中一起成长、一起陪伴的每一个人。我想在这几年当中，我们知道台湾有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已经变成一个国安问题，就是少子化。那孩子越来越少，那也变成了是一个国安的问题。那这间接影响了非常多未来要发生的许多的事情。但是回到教会里面，我们也发觉在教会的下一代，特别儿童或青少年，其实也开始慢慢的减少，慢慢的流失掉了。在今年的年初，这个有分享的一个数据出来，在和会报告的时候也有特别简单的说明。当然，这个文字非常的多，它是说明，在这几年当中，特别到2024年，就是整个台湾的教会，它有一些普查，那对教会的一些转变，还有教会的一些挑战，还有提出了一些看法。那当然整体来讲，特别在儿童、在青少年这边，有非常大的一个流失，甚至有非常大的一些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在2017年的时候，这个调查其实已经做很久了。在2017年的时候，他们其实曾经调查过，当时全台湾的主日学大概有10万人，那每一个年龄层大概有1.7万。但是呢，一直到2022年，就是你想，2017可能是国小1年级或国小2年级，那2022年就是他该长大了，就是国中。或者是原本国中、国小中高年级，那他可能要到高中，但是
到了2022年，这一群原本孩子该进到青少年的这一段阶段的人，却消失了，却不见了，剩大概一半而已。所以在另外的一个他的这个统计里面，他说从2022年到24年，这个全台湾的教会的年轻人也降了快要10%。那当然，在2022前，我们有一个印象，就是有一个疫情，非常严重的疫情，所以不只是青少年的聚会有停滞，其实在我们大堂的聚会当中，我们很多的聚会也都受到很大的阻碍。那但是呢，在这个报告他又说，最后他提一件事情，他说其实最后他结论是每2年，就大概在这2年当中，大概每10位就有1位就消失了。OK， 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个整个教会当中，你看从2017到原本他应该要国中了，或他应该要高中了，他却不见了，他却不见了。或许是小的时候，他可能就跟着爸爸妈妈一起来主日学，因为爸爸妈妈父母要一起来做礼拜，所以他就来做礼拜。但是进到了国中的阶段，开始要面对更大的压力，可能来自课业的压力，要补习啊，要上课啊，要学校要加强啊。人际的压力，或是在这个社群的影响，或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娱乐，以至于慢慢的转向说，我好像不一定要来教会，我好像不一定要在这里寻找到我需要的东西，所以这值得我们重新的来审视。当然这是一个数字，但是我们也要向神感谢，是我们还有一群年轻人在这个地方，所以更让我们去思考，这群年轻人在我们这里，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怎么样继续帮助他们，继续引导他们。我们知道，在台湾的教会不止如此，其实在韩国的教会也开始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转变。在我们印象当中，我们会觉得韩国的教会非常的兴盛，韩国的教会的这个参加人数都很多，但是在韩国的教会，年轻的一代其实也慢慢的也不去教会了。在这几年当中，在韩国的首尔都有举办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叫做佛教的博览会，他们都办佛教博览会。那这个佛教博览会呢？去参加的大概有80%是年轻人。你会想，那个佛教，你可能觉得哇，就是在那边打禅，对不对？然后在那边默想啊，然后可能是一些和尚。但在韩国的首尔去参加这个聚会的，他们说报名的有大概20万人，但有80%是年轻人去参加。80%年轻人参加，他们去访问说，你为什么会想要来这个佛教的这个聚会啊？那这些年轻人说，平常太忙了，平常太多事情了，我来佛教这里反而还不错，因为可以打坐，可以安静，可以不用想任何事情，就在那里。但是这反映出一件事情是，年轻的一代他们在找什么？找一个让心可以安静下来的地方。这个世代的选择很多，这个世代拥有的也很多，但是什么是真的要拥有的？什么是真的要选择的？那是非常值得去思考，而且是真的要放在内心当中的。所以韩国的社会也慢慢在反映一件事情，其实年轻人在找啊，年轻人也在找一个答案，他们也在找一个归属，他们也在找一个可以让自己安静下来的地方，但是可以提供什么给他们呢？所以回来看今天的经文，诗篇78篇，它是一首训诲诗，就是训诲诗，就是这个透过这个一些上帝的话，透过历史的故事来成为阅读这个诗篇的一个教导或一个教训。那78篇就是一首训诲诗，这个作者叫亚萨，他透过这个诗篇，他回顾了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他回顾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他提醒以色列的百姓，读这个诗篇的人，不要忘记了上帝怎么样带领他们，不要忘记了上帝的作为是什么。所以这个诗篇其实很长，这个78篇的诗篇非常的长，我们只看了前半段，就是短短的几节而已。但这个在前面短短的几节，其实就非常表明的说明一件事情：是不要忘记，也要记，不要忘记上帝的作为，但同时也要记住，是不断的去说，不断的去传这件事情。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虽然今天是说我们如何教给下一代，什么是我们要给下一代的事，但其实这也是给各个世代当中我们都要一起学习的重要功课。第一个就是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我们要一起学习，就是要聆听上帝的话语。我们要一起聆听上帝的话语。第二件事情，在这段经文当中，其实也让我们看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要不断去诉说上帝的作为，我们就不断诉说上帝摆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故事。第三件事情是，我们要去见证上帝的真实啊，我们要去见证上帝的真实。所以这段经文不是说，
好像是亚萨交代说你要去给下一代听，其实是给各个世代都要一起听的。各个世代我们都一起学习，我们都在这个经文的当中，我们一起重新来思考。所以我想青春期绝对不会只是生命成长的一个阶段而已，它不会只是一个成长的阶段，不会是什么12岁到22岁，或者是几岁到几岁，就是一个阶段，然后过了他就就直接跳级了，而是这个阶段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在这个生命的阶段，他们的生命在信仰当中被建造起来，他们的生命在信仰的根基当中不断的扎根，扎得更深，以至于他们在一生的道路当中都有这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礼物。所以今天透过这段经文有三个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然后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来看，我们可以给下一代是什么？第一个要交给下一代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有一个聆听神的生命。要交给下一代的事情是，我们要帮助他们有一个聆听神的生命。我们要帮助他们有一个聆听神的生命。在刚的经文第76节78章第1节，我们刚刚一起念的时候，我们有读到这一段。他说：“我的人民啊，要听我的教诲，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要留心听我的话。不论是听，或者是留心听，它在希伯来文都是叫做shema，意思不只是听而已。以色列人他们很喜欢讲给下一代，叫下一代你要听。”你在旧约常看到说以色列你要听，但这个听呢，不仅仅只是一个听见的，就是我耳朵我听到某个声音，我听到某一段话，而是这个更深的一个意思，它包含了顺服，它包含了接受，它包含了回应。所以我们希望我加右边听了，然后从左边出来，听他的鬼啊，它更深的意思，它是说以色列你要听，我的百姓啊，你要听。你要留心听，是不是只有听，而是接受，而且是回应下来。当亚萨在说要告诉下一代什么事情，当亚萨在说要传承以前，他先呼召了这群百姓，呼召了每一个世代人说一件事情，就是要听。因为很重要的一件事，如果每一个人没有先听见上帝的话，一个人先没有被上帝的话更新，失去了那个聆听神的能力，那会对这个就没有办法在生命当中产生真正的影响力。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其实每一天都在听很多的资讯，我们都在接收很多的资讯。我们透过我们的社群，透过一些短的影音，透过网络上各种的消息，或者是我们接触到的各样的资讯，其实我们都在听。我们都在把一些东西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我们要知道，信仰不是很单纯的传送啊，那是一个生命的塑造。你听什么，放什么在你的心中，你就塑造成那个样子。你把上帝的话放在你的心中，你就慢慢塑造一个有属灵的一个品格。但如果你是不断的接受这个世界给你的声音，你不断的接受在社群当中所看到的事情、所听到的事情，认为那个是真的，那个才是你要的，那你不再听上帝的话语，那你的生命就被那些事物所影响了。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说年轻人来不来教会，或是年轻人怎么不见了，而是在这个世代当中，不论是年轻世代或我们这个世代，我们是不是仍然愿意去聆听神啊？我们是不是仍然愿意聆听神，还是就是这边进这边出，还是觉得我想听的我在听？所以在今年的这个在我们的年轻的这个牧区当中，在第1季，我告诉这群年轻人，我说我们从头来，我们从最简单，但甚至他们可能是觉得最无聊的事情，就是来聚会的时候带着纸本的圣经，在每一次小组就是要祷告，在每一次就是要读经，就是要透过这些方式，让上帝的话慢慢进到内心当中。我想我们每一天真的在听很多的人，我想这群年轻人他们应该听得更多啊，他们所接触的其实远比我们要多好多。但是怎么样帮助他们把那个上帝的话放到心里面，听到的是那个真实的声音、真理的声音。
这也同时给我们教会当中每个弟兄姐妹同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各个世代当中，我们有没有把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中心？我们在听谁？他们在听谁？我们是否有将我们的耳朵、将我们的心摆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所以下一代所需要的不是这些资讯，不是在听更多，而是需要真理。而透过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成为那个真理的管道。透过我们每一个人所听的，我们所领受的，也分享给他们。第二件事情，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要交给下一代的，是要让他们可以继续经历上帝的作为。我们要交给下一代的是，让他们可以继续经历到上帝的作为。在刚刚的经文当中，第78篇的第4节，他说：“我们不向子孙隐瞒这些事，却要向下一代说明上主的美德、全能和一切奇妙的作为。”我们不向子孙隐瞒这一切的事情，向下一代说明上帝的美德、全能、奇妙的作为。说明这个字，那是在台语的版本，伊是讲传。在台语的版本，伊是讲爱传给后一代，传给子孙。但是这个传，还是华语我们看的叫做说明，它其实不仅仅有一个宣告，或者是说，我们要传扬。它另外一个更不一样的翻译是数算，不是只有讲而已，而是在讲的过程，我们也去说，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上帝的恩典？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上帝的带领？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上帝所让我曾经没有想到，但在那个里面，我看到上帝有非常美好的意思。我想信仰的故事不是只有被隐藏起来，或是只有停留在某个时刻、某一个世代。我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是我们要对下一个世代不断诉说上帝的恩典，不断对下一个世代诉说上帝的作为。我想今年是我们教会的50周年。有些弟兄姐妹，你可能在富阳教会刚设立的时候你就来，有人可能在第10年的时候加入，有人可能在第20年加入，有人可能在第30年加入，有人可能在第40年加入，有人可能是在今年第50年才加入。但是不论你在什么样的时间点加入在教会当中，一定都有你的经历，一定都有你在这个地方你所看见上帝的作为。我们都有责任。什么样的责任？就是不断的去诉说你在这里所经历到的，特别是对着下一代说。特别是当你家中有孩子，你家中有年轻人的时候，你要不断的对他说这些事情，不是偶尔提起而已，而是持续的活出、持续的说出这些故事。这个世界其实很会讲故事。刚刚在前面说到说，他们这个世代当中，其实我们也是，我们听了很多的声音，听了很多的故事，但这个世代告诉我们的故事是成功的故事、财富的故事、自我实现的故事，告诉我们是如何继续向上爬的故事。但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在这个信仰群体当中，我们是否仍然继续讲的是上帝恩典的故事、上帝见证的故事？我们是否讲的是生命改变的故事？教会当中每一个参与的人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代属灵的祝福。所以不仅是我们可以经历，也成为每一个世代都不断诉说、不断去经历的故事。今年教会我们要迈向50周年，而当我们再一次回头看这个年轻世代的时候，其实这群年轻的世代在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了。在最近教会要编写50周年的一个周刊，那其中有一个篇幅就是要写提摩太牧区，也包含前身就是青少年团契，所以我也去整理了一下，我去看了一下这个故事的轨迹，我有分享给这些年轻人听。刚刚说教会一开始怎么有年轻人，这群年轻人在这里怎么生活，我也跟他们分享我还是国中、高中在这里的年轻的生活的经历，我也分享给他们听。也盼望他们在经历这些的时候，他们可以继续讲这些故事。在1976年教会成立的那个初期，教会最一开始的年轻人的聚集是因着有自修室，因着有客服班，因着有成大团契来到这边帮忙，所以就开始聚集了附近的年轻人来到这里，
他们开始有自修室，开始读书，开始一起分享功课，开始一起讨论，开始在这里一起生活，以至于慢慢教会，在1982年开始就成立了青少年团契，那在1982年的那个青少年团契，或者是后面1990还有一个学青团契，其实在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还在教会当中服侍，有很多我们的执事、很多的长老，甚至很多的同工，就是在那个时代当中被造就、被培养起来的年轻人。一直到2014年，我们教会开始有一个很大的转型，有很大的转变，就是我们把这个服侍团队化，然后我们也把团契小组化、牧区化。于是那个时候提摩太牧区就转型了，变成提摩太牧区。而在那几年当中，我们也看见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其实就是牧师那个时代哦，就是多久了？10年前了啊！10年前我还是高中、大学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得到很好的造就，得到很好的在那里很多的属灵的朋友，大家彼此的分享。但我们知道，慢慢到2020年，有一个非常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疫情。在那个疫情，不仅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事工必须停摆或者是减少，青少年也有很大的一些转变，但是在那个经历过程，我们还是看见上帝的恩典，仍然保守带领一群年轻人继续在教会当中，一直到今日2025年到2026年，到现在，我们现在有4个小组，那我们也鼓励这群年轻人，他们在聚会当中，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服事。所以在我们一般的聚会当中，我们前面会有破冰的时间，会有报告的时间，会有敬拜的时间，我们就鼓励这群年轻人，我们用小组的方式去认养、去分配，让他们可以参与服事，也在那个过程他们自己去经历，在那个过程他们自己去说他们自己跟上帝的故事。我想今年是富强50，我都开玩笑跟他们说，富强100的时候，他们应该都还在啊。就可能60岁吧，差不多60岁、70岁富强100他们还在啊。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他们应该会是那个时候非常这个中间的分子他们也是在教会当中非常棒的属灵的祝福，他们要继续祝福下一代。所以我们帮助这些年轻人，他们继续去听见这些故事，让这群年轻人他们在这个教会当中不断的去经历到上帝的恩典，以至于他们也可以诉说给下一代。以至于他们也可以不断的将在这个信仰当中的故事，在教会当中的故事，不断的在他们生命当中产生，也在这个信仰的群体当中不断的被彰显出来。美国的诗人叫Maya Angelou， 他说，有时候人会忘记你说过的话，但忘记你做过的事，但绝不会忘记你带给他们的感觉。确实，有时候随着事情一多，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可能真会忘记某些事，我们可能会忘记经历的一些事情。但是我想，当我们说出这些故事，我们带领这群年轻人一起经历的时候，他们会有感觉，他们会有感动，他们会把这个东西放在他们的心中，会成为他们可以诉说的故事，会成为他们可以在他们生命当中不断去分享的事情。所以在提摩太后书1章5节，这个经文他说：“我记得你那纯真的信心，就是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友尼基所有的那种信心。我相信他们的信心也在你的心里了。”保罗写给他的学生提摩太，告诉提摩太说：“提摩太，我看见你那个纯真的信心从哪里而来？从你的妈妈，从你的阿嬷，从你家里的人而来。因着他们的信心，因着他们生命的见证，让你的生命也有信心，让你的生命也活出这样的盼望。”所以，让我们在教会当中也继续诉说这个故事，也在我们的家族当中继续诉说这样的故事，让我们的下一代可以说故事，让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继续说故事。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的是，我们要教给下一代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教给他们是有一个信靠神的盼望，我们要教给他们一个信靠神的盼望。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他说，最后第7节，他说这样。他们也会信靠上帝，不忘记他的作为，永远遵守他的诫命。他们也会信靠上帝，不忘记他的作为，永远遵守他的诫命。在和合本的翻译，他是翻译说，好让他们仰望上帝。在现代台语的翻译讲，因通将仰望放在上帝。和合本说仰望上帝，台语也讲将仰望放在上帝。现代中文译本，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版本，他是说信靠上帝。
但不论是在哪一个版本当中，它都表示出了一个意思，就是将望将咱目睭所看的放在上帝遐，将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要交托的、我们所选择的，是放在上帝的那里。信仰可以被传承、不断延续，不是因为宗教仪式啊，不是因着说哇，这宗教仪式好像看起来很棒，然后这是一个很棒的文化，所以一直传承，而是因着建立了一群信靠神的人，信仰才不断的被传承下去。信仰传承最终的目的，不是说聚会人数多还少，不是说活动成功不成功，或者是什么样的制度被延续下来，而是让下一代、让这个世代当中都学习一起信靠神，一起仰望神，一起将那个望放在上帝遐。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世代有很多被仰望的对象，在这个世代当中有很多被仰望的对象，而且也不乏有各种的选择。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代有很多仰望的对象，有非常多的网红，非常多的媒体，非常多的社群，非常多的资讯，非常多不同的各式各样的，都可以成为被仰望的对象。流量被成为仰望的对象，成功被成为仰望的对象，最新的科技被成为仰望的对象，成绩被成为仰望的对象，生命的成就被成为仰望的对象。但什么才是生命仰望的对象？其实这个时代选择真的很多，但真正缺少的是真实的方向啊，缺少的是心中有没有一个盼望啊？啊是感觉讲啊，我今仔选这个啊，这无法度，我今仔日个选另外一个啊，这个无法度，我搁选一个，永远唔知道我要选对一个，永远不知道我的心要放在什么所在，不知道我的心要放在哪里啊。所以诗篇78篇提醒我们，唯一不变的是那位神，是我们真正的依靠。我想青年事工的目标，最终的目标，不是说啊招去一群年轻人，他们在教会，然后看起来哇，他们好在这里，然后可以玩乐，然后在这里他们好像找到一群好朋友，这非常重要。年轻人需要有一群朋友，年轻人需要有让他们可以发挥的空间，但是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一生可以跟随神啊。他们会长大，他们不会永远都在青少年的阶段，他们会长大，他们会出社会，有一天会成家立业，有自己的家庭，有工作。有一天，他们也会长到跟我们一样的这个年纪，到在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当中。所以重要的不是把说，哎，就这群年轻人，他们都说哦，在这里就好咯，你毕业了，那你就 OK， 你自己找自己想做的，而是在这里个地方帮助他们一生都可以跟随神，而且是真的找不到方向的时候，在选择的时候，他们是可以回到神面前的，他们是可以回到神面前的。若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世代，特别是在下一个世代当中，真的都学习仰望神，真的那种望放在上帝，那我相信这个信仰的群体会更加的有盼望，而且是更加的有未来。因为有一群人一家信靠上帝，有一群人在那边信靠上帝，有一群人是不断的在分享的。所以在耶利米书第17章的第7节，经文这么说。他说：“专心信靠我上主这种人多么有福！专心信靠我上主的这种人多么有福！专心信靠上主，一生紧紧跟随他的这样的人，非常的有福气，有上帝属灵的恩典，上帝美好的作为在当中。所以，我们叫提摩太牧区，在这个青年的牧区当中。”时常我也跟这群年轻人在分享，也跟我们的同工我们一起在想，我们真的很期待是建立一个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的牧区文化。我们也确信，我们也相信，每一个年轻人，他们都是上帝所宝贝而且是亲爱的儿女。如同刚所唱的诗歌，每一个都是天父的孩子，他们也都是独特的创造。在这个地方，他们可以发挥上帝给他们的恩赐。在这个地方，他们可以委身；在这个地方，在各个地方，他们也可以带出属灵的影响力。我们也期待，我们也盼望，这群的年轻人真的是培养一个有基督信仰为根基的群体。我们也盼望他们真的是在他们的那个真理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扎根，让他们的生命是不断的成熟、不断的成长。我们也更期待，也祷告，
就是让这群年轻人，他们真是很渴慕敬拜，很热情的敬拜，他们的灵命的生命是更新的，他们的灵命是成长的，成为跟上帝可以连结，让他们的身心灵都健康的耶稣基督的门徒。最后我要分享一件事情，在这2个礼拜，我们看见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老板来到台湾，黄仁勋。那黄仁勋所到之处呢，特别去雅齐亚，还是出去外口，大家都要给他讨签名啊，大家要签名啊。那黄仁勋来到台湾，当然他为了整个他的事业，那也为了整个台湾的产业的一些发展，来到台湾。那在上个礼拜前几天，在这个电脑展上，他也分享了他的整个公司的计划，特别他的这个公司辉达要来台湾的到台北设一个总部。那所以他也分享了很多的计划，但在这个分享的背板当中，你如果细看，你会发觉，不只是这些科技厂啊，不只是这些科技厂，那其中这些名单当中呢，也包含了一些大学，就是可能产学合作的大学。但是更特别的一件事情，在当中，他最后特别介绍了有几间他来台湾必吃的一些餐厅，府城肉粽。介绍了迪咖啊，然后介绍了一些小吃店。那他在介绍的时候呢，就大家下面笑得很开心因为想说奇怪，他不是在介绍AI 吗？介绍这些科技的产业吗？怎么突然介绍了这些吃的东西呢？什么迪咖啊、肉粽啊，这些小吃啊。那于是呢，当他介绍完，许多的这些股票分析师或产业分析师就在研究这些小吃店他们有没有上市股票。因为黄仁勋介绍了所以他会不会被炒作起来 ？OK， 但是这是一个很合理的反应，就是大家就在想说，对啊，上面有什么？那上面那个应该是最重要的上面那些都是最重要的，我们就要看重这些东西。但是其实认真去思想一件事情，他在分享的不是在分享一条产业链而已，所以产业链是上游。东西做完了就丢给中游的公司，中游再丢给下游的厂商，就一条，我做我自己的，我做我自己的，我做我自己的，我做完了我就丢给下一个，我做完了我就丢给下一个，然后我只要负责我做的那个就好。但是当你看见他在说有迪咖、有肉粽、有家小吃的事，其实跟高科技产业没有关系啊。不过你可以发现他在关心的是什么？我的高科技的人才来到台湾，因会当吃什么啊？他可以吃什么？高科技厂人也要吃饭啊，工作也要吃饭，也要休息啊。所以当你看见这个背板出现的时候，他在讲的不是一条产业链而已，不是一个只有冷冰冰的说我做完了我就丢给下一个，我做完了就丢给下一个，而是他在讲的，他说这叫做生态系，是在不同的产业当中，在不同的群体当中，大家都互相的需要，大家互相的帮助。大家在这个当中互相成为彼此的祝福。回到教会，为什么要突然讲这个？回到教会，教会的每一个事工，每一个世代，其实我们也不是产业链的结构。什么意思？就是说，儿童结束啊，就当去青少年，青少年伊大汉啊，就看要去社青的牧区，社青的牧区了，你就去上年的团契，去上年的牧区。如果我们认为说，教会好像是要切成这样，就是这一块就是这样，那这边做完了就再换这一块，这块做完就换到下一块。那在每一个世代当中，我们很难去诉说彼此的故事，我们很难在每一个世代当中，我们成为一个生态圈。我想在我们的教会当中，透过这段经文，也让我们去思考，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属灵的生态系，属灵的生态圈。是在每一个世代当中，我们都看到这个世代的需要，彼此的需要，彼此的帮助。青年有需要，那么给他帮赞；就算你不是青年，嘛给他帮赞。青少年看到说，这个社青的好像跟我不同牧区，儿童跟我没关系，是看到你嘛去给他帮赞，因为我们是在一个群体当中，我们都在一起，我们都在一起经历这个故事。我们不是被分在说我是产业链的上游，我在产业链的中游，我在产业链的下游，我是做什么样的事情，而是我们都在这个当中一起去经历到，而也因着这样子，
我们教会的故事才不断的被分享，我们教会当中的恩赐才不断的被发展出来。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向下一代诉说故事的时候，当我们在向下一代在分享，帮助他们去聆听上帝话语的时候，也别忘记，我们不仅对下个世代说，其实我们也对上个世代，我们也继续连结，我们也在各个世代当中彼此的祝福。愿神帮助我们的教会，在每一个世代里面，我们都要一起看见上帝的同在；在每一个世代当中，我们都要看见上帝美好的作为，继续带领我们的教会，继续带领我们教会每一个世代，我们继续的前进，继续的前行。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我们唱完这首诗歌之后，我们要一起为几件事